杀人也。这儿们都送进去。上！休走看枪。
你什么人啊？是我的爹爹。现有紧急军帖，拿去看过。地保，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？正是，只因土地子侵犯中原，边关紧急，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。哎呀，咱来爹爹他年老多病，他已告老还乡了。可有儿子代替？我无有兄长，只有一兄弟，年岁还小。爹爹年老多病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敌寇侵犯，边关紧急，还是让你父速速应征去吧。告辞。
传锦旗，国家正平地狱，我还采军旗，要我即可应征，日我。哎呀，母亲，爹爹可是去不得呀！是啊，爹爹去不得的。是啊，县民年老多病，怎能上阵上地？万万使不得。国家兴亡，贫富有责。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，只图安乐，可知国破之后，何家老小也难得保全。以我之意，还是即可应征，日我。哎呀，爹爹之言果然不错，想爹爹年老多病，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？哎，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许多了。爹爹，我不叫你去，我不叫你去。哎，爹爹原来兄弟年幼，女儿情愿女扮男装，顶替我兄弟的名字，就是花木里替父从军。爹娘们看如何？历代怎讲？女扮男装，替父从军。哎呀，妹妹，原来就是这个主意呀！好主意，我讲疯话。华户二次听令，禀报。国家为难，边关禁忌，速到十里长亭停电。华户随后就闻到。快快快！爹爹，如今军情之际，还肯让女儿应征了吗？这把我的小心就是的。女儿只有受父母教养，跟随爹爹学会了许多兵法武艺，如今强敌当前，如不将他施展出来，寻他何用？快，爹爹年老多病，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。这女子领兵杀敌，自古有之。这女子领兵有哪几个呀？哎呀，妹妹，你，哎呀，哎呀，妹妹，爹娘且慢，主儿心，女儿原来听分明，武功美人曾认真，秦风女子善治兵，更是喜庆为元贞，新娘年幼，守未成。这巾帼英雄有名，而愿替爹爹去从征就你学那点武艺，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呐？是啊，这千军万马之中，
杀敌之生是要凭胆量无疑的。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呢？为父身经百战，杀敌如麻，冲锋陷阵，是来者不拒呀。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，也不在爹爹之下。师承徒儿不怕虎。我敢与爹爹讲到底。好，不会去宝剑来，咱们父女比试啊，比试。多谢爹爹了，比不得，姥姥比不得。还要准备呀！怎么，爹爹你还要准备准备呀！好，你准备吧。为父老了，老了，看我儿胆量无疑，倒也不错，此去了然无妨。儿啊，为父盔甲还在，快去陪冠起来。多谢爹爹，小姐快点来呀！母亲，你快买来一匹好马，送你切登城。好了，木兰女，真可谓有志有勇他带我中将官杀的从容，此一去，但愿他安然无恙，沙场上定能够为国立功。
看那女儿武艺高强，此去了然无事。哎呀，你放心就是。唤你姐姐前来。好，姥姥，看我儿打扮起来像个男儿气概。儿啊，见了元帅可会施礼？爷儿我会。施来我看。爷爷请看。元帅在上，皇礼。参见元帅。错了！待为父叫我到狱里，见了元帅，先称官，后担臣。元帅在任上，小将花木里参了见元帅。罢了。爹爹，一会儿我会了。施来我看。爹爹请看。见了元帅，先正官
后诞辰，元帅在上，皇礼参马见。元帅，帐下听电。姥姥，女儿去得的。怎么，女儿去得的？去得的。多谢爹娘，儿啊，待为娘送儿一程。送行千里，总有一别。爹娘，你们还是回去了吧。木兰，此去从今，要听从号令，英勇杀敌，待山河收复之后，要早早还礼。儿啊，此去从军，一路之上，唯要多多小心点，母亲放心，孩儿都记下了。爹娘啊，没出来少说话，横就义。处处呀，金粉给无赖小人，家中事都有你的姐姐担小父请防止我尽力尽心，平了贼就回家为民啊！你要记住莫忘了儿的娘多病之前。我送姐姐去马扎，盼望你多的生长，都会想到那时全家迎接村头上。好姐姐，我与你杀猪担呀！好弟弟呀，好弟弟，在家要谨遵父命，莫要虚度光阴呐！姐姐，我都记下了。木兰，天色不早，快快登城去吧。你可知为心
背上那还人要说那几句话，耳记在心，此一去我定要处处精神，一让儿本领高，武艺超群，快一秒快半载便能平稳，平了贼儿定要一平平，快拿家鞭出家门，我小金娘亲请放心，儿我都记下了。爹娘在家多多保重身体，孩儿我要拜别了。众位，你我千里迢迢去到边关，何必这样奔命啊？你看这里有水有草，咱们还是歇息歇息再走吧。钱币押金，边关禁忌，万万不可贻误战机。咱们还是赶路要紧。
再也听不见了。哪里来的胡马死生？哎呀！如今真情真迹，哪里容得我再次思念双亲？这么事，军情如火急，策马到，停！可是到前地应征去的么？正是。哎，我们也是到前地应征去的。咱们何不结伴同行？结伴同行。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？在下花木里，乃阳安府上一村的人士。哦，花壮士认了。请问众位尊姓大名？我名王福，孙继安，周明。哎，我叫刘忠。好是如了。此说来，我们还是同乡啊。哟，这就太巧了。哎，反正都是苦命人呗。呀，你又在胡言乱语。花壮士，请来前去。还是众位前去。好，咱们一同前往。哎，众位。刘大哥前去。哎，催战马，往前赶，越赶越远，过一山又一山，惹人心烦。四爹娘想妻子无缘难见，不由我一阵阵愁上眉间。打岔了打！你怎么又不走了？哎，众位，你们都没有一路观看。看什么？哎，你看这村庄之内，家家户户老少团圆。谁像咱们远离家乡，去到前地交锋打仗，倒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。哎，依我看呐，咱不如慢点走，倒可以多活一会儿。就你贪生怕死。哎，那谁不怕死啊？刘大哥，你要知道，有国才能有家呀。是啊，只有人人奋勇杀敌，国家强盛起来，才能保得田园家产，老少团圆。哎，为什么别人在家都可以团圆，哎，偏偏叫咱出来打仗？刘大哥，此言差矣。哎，我怎么差了？你听尊庄是犯我要，这样盘算，你怎知村庄内家家团圆？边关的兵和将是千千万万，谁无有老和少？天差状元，若都是人家乡不肯出战，大家伙再吵闹，大
说闲话。闲话？我这是闲话？哎，我这是闲话？那叫我说呀，这女子们就是比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。曾见得你。哎，你想啊，这天下的苦事儿都叫咱男子做了，女子在家请吃坐穿，她不是比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吗？刘大哥，此言又不对了。那我咋又不对了？你听刘大哥讲了话，李太还骗谁说女子性情险，男子打仗到边关，女子防止在家园，别看其中的夜晚来访谈，不分昼夜三全八不干，将士们才能有这吃活餐。人要不相信啊，瞧我的身上看，咱们谢老王还有一个船，千万件可都是大难件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见，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雄。这女子们那一定都有为难花大哥，你说的对，对，真对呀！那里杀声震天，你我一同杀上前去。啊！